第一，无半个，无半个，就是一个嘛无的意思。无半个人，无半只狗，无半仙钱，今仔日无半个买去。第二，昨昏，今仔日的前一天。这个时间的语词爱放伫动词的头前。昨昏，阮太太有来遮无？第三，佚佗，起耍，娱乐的活动。因定定来遮佚佗。第四，出，计算电影、戏剧、表演节目的单位。看一出电影爱偌济？第五，出，出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动词，表示出去的意思。出嘛会使甲别个动作的动词做伙使用，表示出去的方向。另外，出嘛有其他种种的意思，比如讲出院、离开病院、出产、出品、提出、出版等等。出来、出去、出来甲出去，若是放伫语句的上尾，出这个字毋免变调。来甲去是出的接尾语，爱读轻声。请你请酷线线出来，好无？酷线线，低线线请你出去。伊出去买物件。注意，出来甲出去若毋是伫语句的上尾，就爱照一般变调的规则。